问题哈，重复问过的就不要再问哈，因为我比较容易暴怒。来，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大家辛苦了。最近最重要的一件新闻就是防疫在防疫就是所有的这个重要新闻都要跟防疫有一点关系所以大家辛苦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记者会即将要开始我们要欢迎媒体提问不过呢在这个媒体提问之前是提醒大家一下有一些问题重复问过的就不要再问因为我比较容易暴怒比方说第一个不要再问酒店女公关的一些消息有消息我们会告诉大家第二个不要再问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有没有在趋缓大家看一下这个确诊的数字就知道疫情有没有趋缓第三个不要再问在假日的期间是不是大家出去外面玩有这个群聚的问题这个群聚的问题我当然会非常的担心第四个不要再问我会不会累因为我今天在拍下去也在拍第4集这个我觉得像我哥哥陈时中他从1月份开这个记者会到现在总共开了将近这个80到90场他都没有休息所以他比较辛苦，再累都没有他的累那么第几个？第5个就是不要问我一些你朋友在路边听到这些消息不然到时候我要请我们的副指挥官去帮忙查证就会浪费时间第6个就是刚刚说过别人的问题请不要重复再提问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因为我跟哥哥陈时中的记者会是下午2点我们不能够提早开有点抢了他的风头还是坚持要提问一下不要问他。指挥官其实指挥官我觉得他很平稳，就是说他应该有看过很多的那种大场面，他讲话也不疾不徐那我看过他的很多的所谓的记者会他的思路是很清楚的，所以他的语调会节奏都会很好比方说他会发现到说大家对这个防疫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他会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就是他也直接 keyword 就是他喜欢也是后在前面也是后在后面不过一定要他就会比较像这样子。其实我们不太知道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那时候起心动念在想说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那所以就想说怎么样用最低的成本能够把一些想法一些开心的元素能够散发出去，所以我们都找我们最熟的合作的演员，那他们也真的是基本上等于说是没有拿钱来我们这边的，对，几乎真的是那个费用真的是不能讲，对他们只讲说你们有这样子的好的想法，希望能够让这个社会能够有更多一些欢乐的气氛，那他们认同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来了。所以有人还问我说这个事情要怎么样获利？我说我真没有想到这个是要获利是什么，我说真不知道，因为创作的起头就是想说我有一个想法，现在社会很闷，环境很不好，那我如何让这个环境的一些状况被更多人知道？那有能力的人可以来帮助我们表演艺术团队，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事情。